哦，哎，他家属呢？他们堵路上。哦，等会儿，这是王丽丽吗？这是王丽丽。我记得王丽丽是25岁的音乐老师啊。她。 王丽丽是吧？帮我搭把手，我这手骨折使不上劲儿。完了！哎，师傅，这不，肖桂敏的遗体弄反了。 亚兰姐，你送的遗体呢？啊，放心哈，已经在火化了。师傅，师傅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搞啥子嘛？师傅，师傅，快停一下，快停一下！错了，把门打开，快，把门打开！什么情况？你别管什么情况，你先打开，弄错了，你快点儿！你看你们这事弄的，赶紧打开！哎，好。主持人。 丽丽怎么还没到啊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！麻烦您再稍等一下。你好啊，丽丽，我叫梁格格，是殡仪礼仪的主持人。今天受你家人的托付，由我来主持你的告别仪式。我会陪你走完最后的旅程。丽丽，你是个善良的姑娘，从今往后，你再也不会受病痛的折磨。 再见，美丽的女孩。滚！你不配待在这儿。师傅，我错了，今天是我错了。你当然错了。我说过多少遍了，遗体在被运走之前一定要仔细核对身份信息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他不懂，你也不懂吗？是，对不起。你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那遗体真要是被火化了，咱们加起来都不够赔的。师傅，您别生气啊。做错事的人是我，您干嘛冲师姐发火呀？ 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不是，我觉得既然遗体已经追回来了，我也知道错了，下次肯定不会了。你能别说话了吗？消下气，消下气。不生气啊，不生气。他知道了，您说他就明白了。本来他们可以在他肉身消失之前。 去摸摸他的皮肤，摸摸他的五官，去抱一抱他，跟他说说话，哪怕现在是冰冷的，但至少可以让他们心情有一个最后安放的时刻。可这个时刻，差点被你犯下的错误给毁掉了。 辈子都无法弥补的遗憾，不能
告别就是一辈子的遗憾。你瞎搞什么呀？说话！你把我狗丢了。什么狗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殡仪馆，是工作单位，你不好好工作，瞎找什么狗啊？你来这是干嘛的？我知道早上迟到是我不对，刚才弄错遗体也是我的错。我还知道你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，不想让我留在整容班。我的表现确实也对得起你的不喜欢。你打我、骂我、看不上我，你对我怎样都行。我的狗又没得罪你，那是秦伟送我的礼物。我长这么大就剩这么一个礼物了，你让我把它找回来行不行啊？3月，好了好了，睡了。哎呦，3月，这个小家伙不知道怎么跑这儿来了啊！你赶紧把他弄走，这儿还有场告别仪式呢。礼物，过来吧。来，秦伟的告别仪式是在这儿举办的。知道你是想他了，想来看看他。他要是知道你还记得他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但他现在不在这儿了，去了别的地方。我们回家好不好？走。我现在就滚。你滚远点儿，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。谢谢老板。姑娘想好了没有？吃什么面呢？